多谢钟英来讲这个富国岛的争议，这个争议也未宣。年代旅游总经理林大军伫站的有2摆鞠躬会师咧，伊讲伊会负责善后。验军的伊认讲，这个发生放烟鸟的争议问题出伫越南业者的身上，佮讲会主动提出告诉。针对这点，越南的业者是发表声明，表示讲是年代旅游欠因钱，才会造成呢人家互人放烟鸟。早起品保协会呢陆续有真侪申诉的电话，也有领队敲电话来咧问讲伊先出的钱要找谁人讨。交通部长王国材是表示讲，年代旅游伫即摆旅程呢真无负责任，会要求观光署甲重罚。品保协会您好，寄至本会的信箱，那本会将会受理。电话声酷酷弹，品保协会工作人员无用回应民众疑问。年代旅游富国岛的行程，因为含越南地接团款项的争议，闹出着纠纷。品保协会为今仔日开始接受申诉，这透早也有领队卡来想要了解带回钱，应该爱找上讨。不是说不能接受的问题，这个根本是莫名其妙的问题。先到年代旅游。因为他有做出承诺，只要是他合约内容里面要提供而没有提供，以至于客人额外产生的费用，这一部分的费用都是旅行社应该要概括承受的。后续有要参加年代的旅游的团，他们担心。然后，所以希望能够解约退费。早上接的电话比较多的是这样的。也被出团的旅客也是心惊惊。这回富国岛将旅客等伫遐，台湾和越南两国的观光单位嘛拢真关心。年代旅游负责人林大军昨搁再出现声明，强调会主动面对赔偿旅客。严格随后在面册顶悬发文章，表示旅客伫越南加付迄条720块美金，公司会赶紧了解责任。旅客若是感觉权益受到损害，会当先向银行要求争议款的处理。所有的赖群主就一直叮咚，全部都炸开了。是不是要止付这个争议款项？观光署的主任说，他也不建议这么做，因为如果我们今天止付的时候，是变成是我们跟地接又产生另外一个金钱纠纷。针对加回迄条720块美金，有旅客表示，问年代旅游的业务了后，双方各地讲，这是越南地接业者的问题，公司无受理。伊起一个是指控年代旅游无什么负责，嘛希望品保协会和政府单位来斗3天，协助受害旅客会当顺利将加回钱讨到回来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颖彤。想要来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